日本富士山爬山柜开放，吉田路线正式开放了后，今年有新的规定，爱先去网络登记，搁爱纳2000块的日币，而且一天限定敢若4000人。3時になりましたので開門いたします。天都还未光，工作人员把水门慢慢撒开。日本富士山登山柜正式上场，伫山内关的吉田路线7月开始开放。不过今年开始要为当地入山加新的规定，要爬山人爱网络预约，搁缴纳2000日票，差不多大票400元费用才会当入山。前もって予約しておいた方が一番ねいいと思いますよ。そういうシステムはやっぱ人多すぎると危ないと思うんで。山友缴费了后，会得到一条黄色的手环，责便手环进入步道。逐天入山时间为透早3点至下晡4点，每天人数上济4000人。敢若预约山内的附近山寮的游客，无受入山的时间甲人数限制。吉田路线是爬富士山上界热门的路线，差不多60成的登山客会为遮入山。不过疫情了后，游客增加真济，山内环境愈来愈垃圾。国家部分山友准备不足，一直有传出意外。山内县政府才推出新的规定。やっぱゴミを捨てて帰ったりとか、そういう環境に関しての意識っていうものをもっと皆さんが持っていただいたら、やっぱ富士山も喜ぶかなと思います。当年7月至9月，登山柜富士山拢会吸引超过22万的游客来访。不过目前，敢若吉田路线爱收费，另外3条主要的路线也是免费入山。公司新闻7万0编译。